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申命记18章1到13节，利未人做祭司的，甲全利未之族，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无分着产业。因通食用献烧献予上主的祭物，这个是因的份业。因伫因的同胞中间，无分着产业。照上主对因的应允，上主就是因的产业。下面是祭司对人民应该得到的份业。人献牛羊做祭物，就将前腿2个喙脯甲刀予祭司，起头收成的五谷、新酒、新油，甲拄整的羊毛，嘛拢着予因。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一族中间拣选因，予因甲因的后代，奉上主的名，永远徛伫伊的面前侍奉。若有利未人，无论因住伫以色列境内倒一座城，一心一意要离开遐去上主拣选的所在服侍，因通亲像同宗族的兄弟，奉上主因的上帝的名，徛伫伊的面前侍奉。除了未祖产得到的以外，因犹原通得到同款份业的祭物。恁若进入上主恁的上帝，享受恁的地，毋通学遐个民族可恶的风俗。恁毋通烧家己的囝、查某囝献做祭，惊邪术、卜卦、看命、做西公、画符、做当机、做倒头、牵王。所有做这个事的人，拢是上主所厌恶。这个民族因为做这个事，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面前，甲因赶走。恁就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做无下事的人。以上，在第1节到第2节，我们可以看到利未人，他们没有分到土地，所以利未人在以色列当中是无分无业的。他们生活的所需都是献给上帝火祭的东西，例如一些鸡肉或是其他一切所捐的物品。也就是说，神把百姓要奉献给他的这些献祭的东西，神有很多都把它转而赏赐给了利未人，让利未人可以专心的服侍神。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可以让侍奉的人员因为神的恩典，还有怜悯，以及教会的帮助，不用担心生活需要的东西会有不足的问题，因为上帝就是他们的依靠。这可能让服侍人员不会很富有，但至少可以让服侍的人员能专心的服侍神。这可以让教会更多人愿意成为神的仆人来服侍他，为主做工。从第3节到第5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说这是祭司当得的份，这里明确的说出了这不是施舍，这是神赐给他的，因为原本是要献给神的祭物，而神把它转而赏赐给祭司的。如果是献牛或是羊为祭物的，就将这祭物好的部分给祭司，还有农产品这些新的产出，初剪的羊的羊毛也都是要给祭司的，并且强调祭司是从百姓所得到的，是他所应当得的份。所以祭司不需要去看百姓的脸色，因为并不是百姓在养他，而是神在供应他。所以百姓献祭的态度也要正确，就像马拉基书3章10节所讲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而我们是否有确实去做11的奉献？我们奉献的东西是给神，奉献给神之后就是神的东西了，那神就有主权可以决定怎么用。那如果神把一部分就是赏赐给祭司，那祭司就感恩领受，因为这是神所赐给祭司的。祭司就可以照着耶和华的律法来教导，来治理神的百姓，而不会受到百姓谁奉献多谁奉献少的影响，这样才可以永远的在神面前侍奉他。从第6节到第8节，我们可以看到利未人是散在各个支派里面，所以无论是在以色列中哪一座城，若有利未人从里面出来，他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当时也就是会幕那里，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来侍奉神。而若是在这城市里有分到他的房子，或者是在属利未人的城的城郊，可能他也有一些田地，那他如果想要专心的服侍神而把它卖掉，他除了卖祖产所得的以外，还要分一份祭物给他，他可以在祭坛那边得到神所赏赐给祭司跟利未人的食物。神就是要让这些利未人可以专心的服侍神，所以我们今天也应当为教会去栽培这些愿意专心来服侍神的全职同工，而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经济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在经济问题上让他们不用烦恼，让他们全心的服侍神，我相信这对教会的长远发展是有帮助的。从第9节到第13节，这里提醒百姓不要跟随迦南人邪恶的风俗，但如果他们愿意听神的话，把迦南人都赶走的话，就不会遇到这些试探了。我们看到神不要百姓像那些外邦人在献祭的时候烧儿女献给偶像，用咒诅的方式来行邪术，也不要有卜卦，也不要用天象、星座及法术来预测未来发生的事，以及跟鬼相交来问事情。将这些行为重点提出，就是要让这些行为不出现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因为迦南人做了这些耶和华所厌恶的事情，所以耶和华将他们从你们的面前赶他们出去，也是在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们做同样的事，也会被神赶出去。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做神所厌恶的事情，同样会被赶出天国。神要以色列人做无瑕疵的人，基督徒也同样要做无瑕疵的人。无瑕疵的人就是愿意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愿意听主的话来行的人，在神的面前应当称义的人。我们一起同心来祈祷，求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感恩的心，因为你呼召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人人皆祭司，人人都要来敬拜神、侍奉神，也帮助我们真心真意把你当作神来尊荣你，领受从你来的心意跟带领，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深重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命中